找某大爷，请大娘恕罪。恕罪啦！这死路仔，找某人，你竟然敢倒来记我？这也毋赶紧搁去找，小等若找无，大娘会生气，恁搁爱互拍。大娘啊，阮兄弟也实在是尽力啊啦，我倒啦，大家小项吼，出面头尾我拢问透透啊啦，也无人知影大爷的下落啊。那安尼我问恁咧，恁平常时对咧大爷的身躯边，爱伊定去什么所在？敢讲你毋知影？哪会唔知？大爷拢嘛去咯。去什么所在？讲啊！啊，你过去讲讲啊。哦，也毋过，迄落所在就袂用个往的。什么鬼所在袂用去讲？大娘啊，我若讲你毋通生气哦。你做你讲。哦，啊，就拢嘛去迄落高兰院啦、杏花村啦、迎春阁啦，嘛是基酒楼。那这个所在，你敢无去找寻？有哦，毋是敢若去找过尔，就是连较早大爷的熟悉的歌姬啦、诗姬啦、舞姬啦，我大家拢去遐探了过啊。啊，因大人嘛讲哦，大爷已经几啊个月无去安尼。讲，相公的已经出代志。哈，出代志，那恁咱姊妹是要安怎呢？相公加油了，相公！大娘啊，大爷迄落失踪啊，出代志，敢大爷来衙门报官啊？你甲我点去！什么人甲你讲大爷已经出代志？你拄拄我甲伊讲的啊。去少爱讲话啦，爱讲话啦。相公，你嘛好啊，人都还袂死，就靠奸呢。动心动手，啊，知。找无大爷，你敢知影身犯何罪？啊。来人啊！就动心动手，啊，就去当拍20个大板。大姐，依你看，相公伊会去倒位呢？是啦，讲我相公哦，伊一世人拢无爱转来，是无？恁莫烦我，其实我阁比恁较着急的。动心动手，啊，知。恁两个甲我听好真足。搁再去找，非找着大爷不可。就算讲人死啊，也爱将尸体扛倒来见我。啊。秀哥啊，我强要行袂叮当啊呢，脚肿都疼的。行袂顶当啊，就爱行啦。我甲你共款哦，互拍20个大板啦。秀哥啊，无咱休困一下好无？好啊，谢啊。对啊。大爷，我哪会使互你害到凄惨落魄哦？大爷，你到底是走倒去啊？在创啥？咱来个看卖啊！在倒水啊！这个都有足生理的。对，这个甲你同款。有成啊！是对，这两个就是在为恁两个啊。为我两个？我安呐，你作假话，你个会晓有画图。哎呀，毋是图，迄是画人像。哦，这真水。我安呐，
你这送我摕来去互秋阳。我毋是我摕来去。哎，袂用，我大少爷，袂用，你袂用带抢，抢了看起恁拢无去啊。哈，这图虽然画了袂歹，但是爱地势才有值钱啊。啊，第四。嗯。大人是咧笑啥？哎，有啥物好笑？大少爷、二少爷，这倒来两个翁仔，就是恁两个啊！哈？啊，对，对，伊一身足成你的。啊，这甲你同款。有有烟头无？这顶头的诗是什么人题？啊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伊就是咧学论文的意思，也毋知。对，这叫做诗情画意。大二少爷，啊这诗是要怎念？啊无你不要念阮听看卖。无问题。大啊，规戏你念好听。念就念嘛。我念袂出来呢。哎呀，你饭桶互我。念你念。等这都，我敢若看无咧。哪有啥物好笑？无阮规戏摕到秋阳看啦。啊，对，你这秋阳去倒位？啊秋香就去伺候老夫人啊。哈？伫阮阿娘遐，咱来找伊。哎，等，我摕来多好。唔免啦，我摕啦。哎呦，安尼会有破啦！哎呦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你踮遮 QQ 闹闹是咧创啥啦？啊，无诶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你手的是摕什么物件？无啊，哪有摕物件？我手空空的。摕出来我看卖。甲你讲无就是无。你手，两手拢讲摕出来。两手嘛是拢无。你是要咧做无？大娘啊，你进来看啦。这是啥话啦？迄都反话哩。要唔过来？我问你，这是啥啥？嘛是番？这个华安更加如此的放肆，也敢画图题诗，代表是二少爷。二娘啊，咱着爱将这张图吼摕来给宝宝看。寒山河湿地，兴无半点蜜，一甲复一雕，此意随灵色。闻鸡何所灵？对方何即别？手气又当来，向退无颜色。哼，这个大胆，华安敢侮辱少爷？宝宝，这个奴才这么大胆，应该好好甲教训。对，秋香，夫人，去甲我叫华安来。是。啊，夫人叫我。对，吼你愈来愈大胆，画图侮辱大二少爷。夫人即马当伫咧生气，叫你去要甲你教死。我若安尼嘛是秋阳安尼害我。你自作自受，意外何干？大有关系啊！你黑白讲，我毋是乱讲话呢，我讲的话句句拢是实在的。我若毋是为着你咧，因为你拢跟随老夫人的身躯边，要看你秋阳啊真困难，所以我故意画图题诗，了互夫人受气。
夫人毋知会叫我去教示，啊无你即摆哪会来呢？无啊，敢讲你毋惊人甲你拍？我若互拍嘛是你害我，对啊，就人甲我拍死啊，我嘛心甘情愿。你上界无正经啦，惊啊！就要小等，咱若是上楼上啊，夫人家孙若是要甲我拍，你着替我讲几句好听话，甲我纠正者好无？纠正，你免小心啦。上好你是紧去用拍死，我上欢喜。拍着我的心，敢袂疼着你的心？哎呦，你这个人哪会安尼啦？搭摸钱哪有啥关系？啊，无阮互你摸啊。本袂，你较气啦。你哦，就是互夫人甲你拍100个，也是拍1000个，甲我秋香啊，则无关系。你实在心肝真无情。千红白结为酒香，真情真爱回不了。爱情两人难勉强，我有你是心归家乡。愿望未相心死，定要带你做妻儿。我心如止水竟无依，你自作多情是多意。为你可能多受尽，你怎唔肯来可怜？秋香。连轻想求相见，你唔想功名受如林。功名利禄我无要紧，只要秋香啊强心面。多情多着空依人，愿会记得我将心。呀，到你的门骹口，你就爱较注意。林夫人，花你进来啊！叫伊来去。是。喂，花安，夫人叫你入来。吼。万可见夫人，大胆华安，还阁毋见几话，夫人谢罪。也加表示两位孝友，若无好好甲你教训一个袂用。春香啊，拿块牙出来。夫人谢罪，夫人谢罪。春香啊，叫你牙教我出来，无听着？夫人啊，我来牙加饭吼。夫人谢罪，夫人谢罪啊！夫人谢罪。夫人谢罪啊！夫人，教我牙来啊。当甲拍。是。夫人。是干的？婆婆啊，请你息瑞停止怒。华安妮虽然大胆，也毋过带念伊才来无偌久，只是初次的冒犯，请婆婆你饶赦伊一摆。这
后摆若是搁再犯，则莫撩伊啦。嘿，媳妇，你是咧替伊求情啊？媳妇毋敢，请婆婆你宽恕。好，华安，我就撩你一出。多谢夫人。也毋过，毋怕你会用的，我是要看你啊。哦，你讲，我应该做安怎样我看你？这婆婆，要无我就罚你华安名为100个观音像，以赎处罪。华安，我就喊你现在一个时辰来画100观音像，准命。春香下香，夫人，命你准备文房四宝。是。婆婆啊，要无就叫秋香替伊抹吧。秋香，夫人，命你替华安抹吧。遵命。哈哈，秋香啊抹吧。秋香啊，抹目啊。抹目就抹目嘛。我以为这摆是陪我的天，我赴了一场的戏件，都是啊求情，阮的好表姐啊，替我啊求情是死啊做啊命。秋香啊，我因那好得好，如啊愿想，总算人愿是天意长。轻声细语叫情人啊，秋香啊，你有啊吧？太认真咯，难得咱今仔日的吉仔分，就算我遍体鳞伤也甘心啊。秋香将目记抹，喂，阮叫是啊厝台。因话是卖啰嗦，当阮夫人命令，我着做，你免受啥念在受外套。秋香啊，你看，你用你真诚你的面啊，你看这个现在是谁花人？阮一看两女现在呀，嘛是啊。
夫人用相依哦。花你心怀呀，去落贵主意，你也教话无要来占的便宜。顶面在听嘛，我死大力。我为的秋香啊，你会来看你。我为秋香，安怎？好，我要来禀落夫人啊，知。禀夫人，花安尼经画好啊？摕来我看卖咧。是。班长。